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，說：夫子，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路加福音10章25節。你發現到嗎？呢一位律法師一開始就問錯咗問題。冇人能夠做啲乜嘢嚟到承受產業，因為呢個係一份禮物，只係賜俾嗰啲有關係嘅人。承受嘅希臘字係兩個思想嘅組合，有權力同一份抽籤用嘅籤紙。希伯來字承受嘅意思係獲取、剝奪、趕出、承受基業。換一句說話講，承受意味着承受地業係需要有所行動嘅。雖然人必須採取行動去拿取神已經賜下嘅土地，但係行動本身並唔會改變神嘅恩賜。律法師嘅文句前設係神冇恩賜，冇賜下白白恩典，神係論功行賞，要我哋去賺取。我哋都同意永生係神嘅恩賜，唔能夠用行為嚟到換取，但係我哋都係會以行為同神討價還價，以為做咗好事，神就應該回報我哋更多祝福。另一個錯誤就係，既然永生係神嘅恩賜，就乜嘢都唔使做啦。然而我哋忽略咗承受係將佔領呢個世界嘅人趕出去。所以我哋必須採取行動。神已經俾咗我哋基業，等住我哋按佢嘅吩咐去佔領同承受呢一啲地方。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，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羅馬書6章14節。我哋向來習慣從聖經睇觀念，拉比卻時常係去揾聖經中類似嘅詞，並不注重睇前後文嘅用法。保羅係一位猶太拉比，或者捉住拉比嘅思考方式，先至更加容易明白保羅所要表達嘅。作你們的主呢一個詞，同罪就伏在門前，他必戀慕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創世記4章7節當中嘅制服，同樣都使用咗 mosel， 意思係掌管治理。另外喺創世記記載，神做咗2個大綱，大的管州，小的管夜，以及約書亞記同士師記當中嘅王管理民眾，或者係神管理百姓所使用嘅 mosel 呢個字，就含有主權之意。mosel 嘅字母圖像俾咗我哋另外一個觀點，掌控某個毀壞性嘅混亂。當神話俾該隱知必須掌控犯罪嘅慾望嘅時候，意思係喺度講，罪想要將混亂同毀壞帶入該隱嘅生活嘅時候，佢必須學識治理好犯罪嘅慾望。你注意到未？神期待該隱掌控犯罪嘅慾望，反過嚟講，該隱其實係能夠掌控犯罪嘅慾望嘅。罪並唔係唔能夠被征服嘅神秘力量，相反，罪係一個需要被征服、被掌控嘅敵人。呢個係神俾該隱嘅勸告，亦都係俾我哋嘅勸告。你必須學習靠神制服罪。